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同大家傾一個好現實，亦都好重要嘅話題。我哋活喺呢個世上，每日都要同人打交道，只要同人相處，手指多，等你就難免會有摩擦、有比較，甚至有人會存心神計。你諗下，唔論係公司返工做嘢，定係商場傾生意，又或者屋企處理一堆家長里短嘅瑣事，係咪成日都會遇到一兩個鍾意玩心機，成日算計人嘅人？面對呢種人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驚，就係避，又或者直接同對方硬碰硬。你算計我，我都算計返你，結果點？你越驚，對方就越得寸進尺。你越同佢硬碰硬，到頭來多數只係自己激到半死，仲惹一身麻煩。咁堅正通透，一世過得安穩嘅高手，佢哋又係點樣應付呢啲算計㗎？今日我就將當中嘅秘密徹底講俾你聽。真正嘅高手從來唔怕人算計，佢哋唔係靠小聰明贏人，亦都你唔係一味逃避，而係憑住大智慧練就一身，令人唔敢隨便打佢主意嘅氣場。只要學識呢一招，我敢擔保，以後無論出街遇到咩人，定係屋企面對親戚長輩，絕對冇人敢輕易喺你背後搞小動作。呢一招比起走關係使錢消災好用10000倍。四肢多，等你正式開講之前，希望大家先靜落，心諗下身邊又冇兩聲唔氣睇落，好似咩都唔爭，咩都唔搶，等你對邊個都和和氣氣，帶住笑容。但無論周遭環境點變，其他人點樣互相爭鬥，佢永遠企得好穩，冇人敢去招惹，更加冇人敢算計佢。第二種就係睇落極度精明，口若懸河，句句講得好聽，1毫子虧都唔肯食，凡事都要爭贏。但到頭嚟呢種人往往最先出事，經常俾人背後捅刀，似過得好辛苦。大家諗下點解會咁？唔通第一種人屋企好有錢，人哋先至怕佢？未必。唔通佢識得大人物，其他人唔敢喐佢，亦都未必。切刀等你真正原因係第一種人身上有股強大嘅氣場，呢股氣場會令所有想算計佢嘅人喺動手之前，心底先怯幾分，自動打消念頭。至於第二種人，佢哋嘅氣場散而虛，表面睇落好犀利，實則只係紙老虎，一篤就穿。咁呢種令旁人唔敢打主意嘅強大氣場，到底要點樣修煉出嚟？我總結咗3個層次，大家可以對照下自己而家處喺邊一層，再一步步修煉到最高境界。第一層，唔接招嘅智慧。咩叫唔接招？意思就係別人想算計你，必先將你拉入佢設嘅局，令你跟住佢嘅節奏走。譬如專登講說話激你，又或者設圈套引你踩入去。普通人遇到呢種情況，第一反應就係嬲，就係辯解，即刻想反擊。但一旦你動怒同對方爭辯，其實你已經輸咗，因為你嘅情緒已經俾人控制，自身節奏亦都被打亂。真正嘅高手有一項本事就係唔接招。你講你嘅，我聽住，但唔放喺心上。你想激我，我偏唔動氣，反而對你笑。你想引我踩圈套，我就唔跟你個套路繞道而行。你諗下，如果面前嗰個人無論你點樣挑釁，佢都好似一嚿棉花牆，軟綿，將你所有力度射走，你心底會有咩感受？會覺得自己好似傻仔，獨自唱獨角戲耐咗，自然冇心機再算計。佢皆因明知從中唔會得到半點快感，亦撈唔到任何好處。所以第一層嘅關鍵就係修煉定力，要穩住自己內心，唔好輕易俾人幾句說話撩到火遮眼。記住，別人算計你嘅第一步就係令你失去理智。只要唔中呢個圈套，你已經立於立不敗之地。第二層，立規矩嘅手段。如果你已經做到唔輕易俾人激嬲，就算入門。但單單唔動氣仲唔夠，因為你唔出聲。旁人可能當你老實好蝦，繼而變本加厲欺負你。
故此，第二層就係立下自身底線嘅手段。咩叫立規矩？就係用行動清晰話俾對方知，你嘅底線喺邊度。呢條底線唔可以只係口講，一定要令對方實實在在感受到，一旦觸碰你底線，就要付出沉重代價。我同大家講個古仔，以前我哋鄉下有位陳伯村中，人人敬重，但佢唔惡，拼一，永遠笑口常開。村裏有個後生，仗住屋企兄弟多，成日欺負人，貪小便宜。有日呢個後生想將自家一塊荒地賣俾村入面起祠堂，但塊地一半其實屬公家，佢想渾水摸魚，將公家款項都吞落自己袋。佢揾好多村幹部同陳伯講情，想陳伯點頭放行。陳伯初時乜都冇講，淨係笑住聽到開會當日個後生講得唾沫橫飛，仲攞出假地契。等佢講完，陳伯依然笑容滿面，唔慌唔忙從袋入面拎出幾張紙。係咩？幾十年前村里分地嘅舊賬本，清楚記載塊地歸屬。秦伯將賬本放喺台面上講：後生仔，呢塊地屬唔屬於你，你心底最清楚。今日我唔鬧你，亦都唔告你，只係將賬本複印幾十份，貼晒村口每一塊公告板，等全村人睇下。你為咗少少錢，連祖宗塊面都唔要個。後生一聽塊面，即刻殺白佢，情願陳伯鬧佢一頓，甚至打佢都唔怕，因為呢啲都只係一時。但如果件事貼晒公告板，佢以後喺村入面永遠抬唔起頭，連後代都會俾人指指點點。佢即刻砰一聲跪低，求陳伯唔好張貼話自己一時糊塗。大家睇陳伯由頭到尾冇大聲講過一句，亦都冇同對方起衝突，只係揾準對方最驚嘅弱點，輕輕一點就立實規矩。自此之後，個後生喺村入面做嘢唔敢囂張，更加唔敢算計。陳伯皆因佢明白，陳伯平日雖然笑眯眯，但絕對招惹唔起，一嘢就會傷筋動骨。呢就係第二層核心，善良必須帶鋒芒，要令旁人清楚你係好人，但絕對唔係任人欺負，要有足夠智慧同手段，令對方一諗起算計你嘅後果，就覺得得不償失，唔好主動去害人，但一定要擁有一擊即中嘅反擊能力。呢份能力可以唔動用，但絕對唔可以冇，就好似國家手握核武器，但承諾唔會率先使用。旁人知曉你有呢份實力，自然唔敢輕易同你為敵。第三層，剛為格局，唔戰而勝。如果你掌握前兩層，既有唔接招嘅定力，又有立底線嘅手段，恭喜你已經好有本事。但呢，仲唔係最高境界、最高層次，就係擁有降維打擊嘅格局。咩叫降維打擊？簡單講，就係你嘅眼界、胸襟、目標已經完全高出對方所處層次，對方仲為住蠅頭小利，一句說話嘅面爭到你死我活。你已經喺思考更宏大嘅事，布局長遠未來。呢個時候，對方所有算計喺你眼中好多，你就好似細路仔喺大人面前玩心機，你唔單止唔會嬲，反而覺得有啲可笑。我識一位周姓老闆，生意做得好大，但為人十分低調。有一年嘅公司老闆，一位副總見周老闆脾氣溫和好傾，偷偷在外開一間同公司業務相同嘅廠房，挪用公司資源接私單換轉，普通人肯定激到爆，即刻報警拉人炒佢魷魚，再入法院告佢。但周老闆點做？佢冇聲張，單獨叫個副總入辦公室，冇半句責罵，反而攞出新項目計劃書同佢講：我知你債壞自設廠房，亦都知你能力出眾，公司打算喺東南亞開設分公司，需要得力之人助陣。如果你願意，可以將呢個新項目當作自己嘅事業，公司出資，你出人力利潤，按比例分攤。如果你覺得而家嘅做法更適合自己，我亦都尊重你決定，隨時可以離開公司，唔會為難你。個副總
聽完當場呆咗。原本佢準備好一大套說辭應對質問，仲穩定律師準備打官司，掂到水到，等你點都估唔到。周圍唔單止唔追究，仲提供更大嘅平台，當下又羞愧又感激，即刻關掉自己細廠房，死心塌地跟周老闆開拓可匯市場。後來呢個人成為周老闆海外最得力嘅助手，為公司創造數億收益。由此可見高手同普通人嘅分別。普通人遇人算計，淨係諗點報復，追回損失；高手面對算計，唔會執着報復，反而思考點將對方嘅能力化為己用。周老闆憑住宏大格局，將敵人變成戰友，將潛在巨大損失轉化豐好收益。呢一層嘅智慧，歸根到底得一個字：容。寬容之容，亦都係包容之容。有容人嘅度量，就能化敵為友；有容事嘅格局，就能扭轉壞事。成日諗住算計人嘅眼界狹窄，格局細小，眼中只睇到眼前少少利益。真正嘅高手，放眼嘅係整片天地。當你目標係星辰大海，就唔會介意腳下一粒絆腳石，甚至會多謝呢塊石頭。皆因佢令你跌倒，吸取教訓，往後行路更加穩陣。試想，如果任何人對你做嘅事，你都可以從中揾到對自己有利之處，仲會驚佢算計嗎？唔單止唔驚，甚至會期待對方多幾次算計。每一次算計都係成長契機，磨礪自己變得更強。講返轉頭，今日分享嘅3層境界，第一層唔接招，教你管住情緒，唔俾人牽着走，係基礎內功，先確保自己唔會落敗。第2層立規矩，教你緊牢自身鋒芒，令旁人唔敢隨意冒犯，係守護自身嘅護城河。第3層降維格局，教你提升眼界胸襟，將所有攻擊化為成長養分，係終極心法，達到無人敢招惹嘅境界。你可能會覺得3層道理聽落有理，但實操好難。冇錯，的確唔容易，因為修行本身就係逆人性而行。人天生容易動腦，好勝心強，事事計較。要做到唔動氣、立底線、托格局，必須同自身本能對抗。但正因為難，做到嘅人先至寥寥無幾呢，亦都係世上高手稀少嘅原因。不過大家唔好灰心，今日你願意坐低聽完呢番說話，已經證明你唔係普通人，至少察覺到問題，有心改變自己。呢份心念就係一粒種子，只要埋入心底，平日一點一滴練習實踐，終有一日會長成參天大樹。日常實操嘅簡單方法，日常生活入面點知過？具體要點練習？分享幾個簡單實用嘅小技巧，隨時隨地都用到。第一，學識慢半拍，傲到人挑先，令你怒可重修嘅事，唔好即刻反應，唔好即刻犯妙或者深呼吸3次，短頓停頓就能脫離情緒操控理智，重新主導思緒，冷靜落嚟，自然識得應對。多數時候對方嘅手段都唔上台面，根本唔需要去接招。第二，學識多提問，有人設圈套，提出為難你嘅要求，唔好急住應承。第三個，亦都唔好即刻拒絕，反過來向對方發問，譬如講，你呢個構思好，但具體點操作，成本幾多，需要幾多時間。問得越細緻，對方越容易露出破綻。皆因算計人嘅計謀多數經不起推敲，而且當你持續發問，主動權就落喺你手上，將對方帶入你嘅節奏，唔會再跟住佢走。第三，學識計大賬，唔好執着瑣碎小事，心底畫條界線，邊啲事值得花費時間精力，邊啲事得無謂嘅小事就任佢。啲人佔少少便宜，贏少少都冇所謂。將心力同智慧留俾真正重要嘅大事，只要大事唔糊塗，小事蝕底，根本唔會動搖根基。有時刻意喺小事退讓，仲會俾人留下寬厚大度嘅印象，變相成為保護自己嘅屏障。最後分享下我自身嘅體會，活咗大半世，
見過各式各樣嘅人，個世都多。等你嗰份一世過得安穩、有福氣嘅人都有一個共通特質，厚道。佢哋唔係唔識算計，亦都唔係唔曉揾心機，只係不屑為之，心中裝住一片大海，能夠容納百川。佢哋明白靠算計撈到嘅一切終究留唔住，唯有憑自身德行、廣闊格局、成長嘅收穫，先至真正屬於自己。所以想做唔怕算計、無人敢招惹嘅高手，首要唔使學陰謀詭計，而係修養得拓寬心胸，修煉內心強大光明。當你內心充滿陽光，所有陰暗算計就好似冰雪遇上烈日，自然消融。大家諗下，一個心底坦蕩、做事有原則、待人有溫度、遇事有智慧嘅人，邊個會想去算計？邊個又夠膽算計？旁人淨係識得敬重，討好佢企喺度，本身就如高山如明光。今日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番說話如一盞明燈，揭誰知道往自處往後面對世間各樣人事，多一份從容同底氣。記住，唔需要變成毒蛇去傷人，只需要做一棵大樹，深深扎根，誰知道等你枝葉伸向天際，狂風暴雨來時，小草但大樹根基深厚，樹幹堅硬，頂多掉落幾片樹葉，早間依舊屹立不倒。想算計你嘅人，誰知道只會帶嚟一時困擾，永遠撼動唔到你。根本甚至要多謝佢哋，令你知道自己嘅根仲要扎更深，樹幹仲要更堅硬。誰都等你佢哋，只係你修行路上嘅磨刀石油。今日起唔好再懼怕算計，將所有算計你嘅人視作修行嘅陪練，每一次交鋒都係提升自我嘅機會。越走天長，你會發覺對手越嚟越少，知己越嚟越多，前路越行越闊，人生亦都越走越順。願你往後日子修出強大，內心練就一身唔摧嘅心境，任憑風浪四起都可以穩坐釣魚台。我哋下次再傾。